月25开学了后，嘛是台湾正关键的一战。每一间的学校拢有做充足的准备，让囡仔安心上课。机场的检疫站是防疫的上前线，工作人员用要逐工拢来加班，是忝甲载袂掉，爱去看医生。另外，伫个病院，除了医护人员全面备战，背后嘛要有一阵无名英雄，替病院咧清洁消毒，替病患守护健康。防疫总动员，防疫人员拢做啥物款的努力，佮冒着啥物款的风险呢？咱做伙来关心。有咳嗽的状况是吗？那帮我们把护照打开来哈，相片这页 ，open it，open your passport。通机场入境太检站人多，排甲真长，真好旅客要进入台湾，得先经过这道严密把关。也没有去过中国哦。要求每一位旅客填写健康声明卡。机场防疫人员每工面对数万旅客，但讲逐工拢爱加班，但是因并无露出任何疲劳眼神，依然是提出精神，详细询问每一位入境旅客旅游史，亦惊有一闹交，互病毒侵入。安尼就谢。兄弟防疫第一线防疫人员有的真忝，有的挂病号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带领35位的医护志工来到前线支援，所谓人力缺口。对，谢谢你们这么快就集结起来哈，谢谢大家。有，当然现在目前在人工的部分，那么量多嘛哈，确实也是辛苦。那未来我们就会更加一步的资讯化。好，那有一部分会被让这样的一个资讯的工作所取代，但是仍然人工的部分仍然需要多，所以不过我们后盾嘛因为这么多人做后盾，那我们不怕。专门应战的也有医师、护理师，每工面对未知的突发状况，一旦通报技术感染病患入院，来启动高规格隔离作业流程，真大心理压力是难免。我们每一次进出这个病房的时候，那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我们进去照顾这些病人，当然是有隔离保护我们。可是当我们要出来的时候，穿脱的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不要把这个在就是病室里面我们担心有污染的这些东西带到外面来。下班以后还要回家嘛，那你如果其实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干净的话，要回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会非常非常担心的。2003年SARS 造成台湾11名医护人员殉职，17当值的悲剧也有记得真清楚。但是无击退医护人员的勇敢，面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，一场新的战役，因请隔离医出入负压隔离病房，无人惊吓退救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这整个防疫的这个系统，事实上是从上到下，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啦，就是想看这中间遇到什么问题，大家一起努力来解决啊，然后去用目前有限的资源，然后尽量去保护我们。这就是那时候当初选择读护理吧，因为我觉得护理不是单单每天发药啊，然后做简单的治疗而已。那本来就是当有疫情爆发，或者是医院需要这一方面的人力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另外的专业拿出来。随着通报，医师个案人数不断增加，精选医师的工作量嘛倍增。台病院开设疫病门诊，感染科医师看诊的装备嘛对你升级，像风水隔离衣、挂面罩、头套、手套等等的保护，这就是疫病门诊的基本配备。一旦装备完成，清烫困难，大概维持4点钟为了叮当。其实它基本上是还可以在可以让我们可以看1个下午的门诊的穿戴，可是如果真的要非常高规格，其实5到10分钟就会受不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那个装备的关系，其实它不会有办法接电话、上厕所、进食、喝水，这不可能的。那可能整个装备就得要重新脱下来，再换一套新的装备上去，这样
这样一方面也是又浪费掉一套装备，而且这个在穿脱之间其实也多少又增加了一点这个污染的风险。面对疫情各大病院如临大敌，除了医护人员以外，背后也有一定点点付出的防疫尖兵。已经在医疗后勤单位担任小主管的张伟玲，入行才半冬就拄到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要在员工面前做好模范，嘛就要安打组员不安的心情，对家己做起，先打起负压隔离病房消毒清洁工作。防护衣、面罩、嘴暗、脚套、手套，两边防护，每一个过程都免得落错，专心是包夹袂通风，才会当摒扫曾经有带过疑似或者是确诊病患的负压隔离房。谁有检体？甲医师、护理师同款出入伫病院内面，就爱传送病人的检体、电光片。医疗后勤人员通常是属于外包公司，因接触病毒风险嘛真悬。其实我们跟医护人员也相同的，都是站在第一线，就是我们离病患其实都是算是很靠近的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我们还是比较不太放心由员工亲自去做隔离病房的清洁，对，那所以还是由我们主管这边去做。光是其实穿脱防护装备，就花掉大半的时间了。现在一例一休可以1个月最多大概4天的加班，那有些员工其实他是很愿意配合，他觉得说这个在疫情这段期间，其实大家都辛苦，但是就新进者的来讲，当他听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其实就会很害怕。那现在又加上疫情，所以当你要征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在登报的时候，只要是医院的，可能就是平均1个礼拜大概3、5个人打电话来就已经算很好了。现在是1个礼拜可能有1通电话，你就要很感谢了。这条长时间的防疫之路，民众却受一项紧迫挑战。高中以下各级学校开学啊，校方唔敢大意，已经全面展开防疫大作战。夏文庆纠正每一个班级配合一组，每工由导师监测学生健康状况。我们学校有7位学生在寒假期间有中港澳的旅游史，那目前有6位学生都顺利回到台湾，那他们也在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做14天的自主隔离，那健康状况是良好的，其中只有一位学生啊，因为他目前还留在大陆。那因为是大陆那边封城的关系，所以他目前暂时回不来。学校会针对他个别，就是安排一个补救教学的措施。中央准备25000剂的夏文庆，84000公斤的酒精，加645万片备用的水液，开学前陆续送到学校，还有部定案。高中以下，若是一个班级有1位师生，列为确定病例，全班停课。一个学校有2位师生以上被列为确诊病例，全校停课。一个乡镇市区有3分之一全校停课，全乡镇市区就爱停课。防疫专家嘛建议，会使错开下课时间。我们的下课时间可不可以稍微分开，把全校分成2群、3群哈，然后隔个5分钟、10分钟下课这样。大专二校宿舍学生陆陆续续入来住，校方嘛提高消毒次数。每天早上就是先擦这个扶手电梯，然后再来就是擦地板，用漂白水稀释擦地板。等学生他们有起来的话，我们就是房间也是一样，给他们用酒精给他们擦一擦，那就是5、6次。前建人员来回伫宿舍楼梯间啊，用消毒水清；伫公共空间，教授放一台处理生水无化机，专门消毒。引领中港的学生渐慢来台，嘛启动线上教学。那所谓真实世界，就是我们看得到、摸得到的这些东西，都属于实境的部分。那目前这80位的这个港澳生呢，都目前的状况都还蛮好的，可以跟老师在远距上课，直接做互动。如果学生刚好要这个论文口试的话，我们可以安排视讯的口试，就是您可以不用回到台湾来。因为新病毒出现，大家惊吓甲担忧，第一线防疫支援，尽心尽力护客，坚守岗位，是上强的后盾，守护民众健康。